过年啊，往年配合民众采购年货，高雄市市政府拢会伫咧过年进前2礼拜发动年货公车。不离个时代力量市员林义凯表消息，伊讲今年活动延长到新历1月20，也就是过年进前前4天才伫要开始。互相款的点头，大家拢真烦恼，生理变怎做？市员经体市长韩国瑜唔通因为拼总统大选去耽误到大家大发财机会。落尾交通局嘛特别出来背话，讲这和选举无关系。 是配合学生囡仔休寒的时间。每颗都是爆开的果肉。若讲到过年进前买年货，真侪人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北地化街、南三凤中街，因过高雄市政府为着互民众方便买物件，拢会伫过年前的前2礼拜启动年货公车。不过今年煞有这款的消息传出来。我们现在知道年货公车好像要在除夕夜的前4天，1月20号才要启动。 这个时机点真的太晚那我们认为韩市长现在在忙选举，没关系，整个市府团队还是要动起来，不要因为选举耽误了整个高雄商圈发大财的机会。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林宇凯讲，伊收到的消息讲，今年交通局的年货公车要到正月20才会启动，佮叫伫请假的市长韩国瑜，莫为着无因选举耽误相关发财机会。安尼就伤慢啊。 8天是太短，因为我们过年到现在，我们三用中街差不多20天了。就惊这款的假消息会互头家甲民众当作是真的，交通局赶紧跳出来背话。16号、17号开始放寒假嘛，所以配合这个时间，我们开始启动，当然是考虑整个年节的一个采买跟学校放暑假的关系，所以并不是今年或是怎么样特别久。 交通局把这3年的资料提出来，年货专车启动上晚过年的时间呢是106年的7天，今年第一波正月初10就启动啊，拢总有10条路线，另外佮新开1条新的路线，甲高雄车头前后站相关的路线接起来，17号就会正式开始服务，欢迎民众去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